在《雪中悍刀行》当中，徐凤年的梧桐院当中有很多的婢女和丫鬟，其中地位最高的丫鬟就是大丫鬟红薯了。作为陪伴徐凤年长大的贴身丫鬟，红薯的身份并不简单。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红薯的身世。红薯和青鸟一样，都是从小陪着徐凤年一起长大的丫鬟。她的原名叫做红麝，只不过在徐凤年第一次游历江湖回来后便被徐凤年给改成了俗不可耐的红薯。除了红薯之外，梧桐院中的其他丫鬟也没能幸免，都改成了黄瓜、白干这种简单很俗的名字。虽然红薯只是徐凤年的大丫鬟，但徐骁说红薯如果进宫争宠的话，就连皇后都能做的，可见红薯的容貌有多出色呀。红薯的身份也不简单，她的姑姑原本是北莽皇帝的妃子，原本慕容女帝是要杀死她的，但北莽先帝有过遗诏，不许当时还是北莽皇后的慕容女帝将她杀死，反而要保护她一世平安。就这样，红薯的姑姑带着红薯离开了北莽朝廷，两人流离失所，直到遇到了北凉王徐骁还有王妃吴素，在他们的帮助下成为了敦煌城的城主。又因为红薯的姑姑和北莽军神拓跋菩萨有些交情，所以拓跋菩萨成为北莽北院大王后，便一直对敦煌城照顾有加。红薯的姑姑也是一位宗师级的武道高手，曾和北莽大魔头洛阳一战，这一战后受了重伤，撑了1年后就死了。洛阳原本是想将敦煌城屠城的，但是红薯的姑姑将一座掖庭宫送给了洛阳当行宫，让洛阳在敦煌城坐镇，反而因祸得福，让北莽女帝都忌惮起了敦煌城。红薯则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北凉王府，和徐凤年一起长大。不同于青鸟的清冷，红薯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无微不至的姐姐，多年来一直照顾着徐凤年。雪中悍刀行当中，红薯是徐凤年在梧桐院的大丫鬟，那么她又有着什么隐藏身份呢？红薯自从进入北凉王府后，便和青鸟一样被当作徐凤年的死士培养，所以红薯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相反，她还是10大杀手之一，有着韦芷璇的实力。姑姑去世后，红薯便去到了敦煌城，接过了城主的位置。原本按照徐骁的计划，红薯和敦煌城是安在北莽腹地的一颗钉子，关键时刻他会拉着城中和北凉对立的势力一起去死，将敦煌城清理干净，然后让徐骁留下的暗势力来接手。不过徐凤年游历北莽时来到了敦煌城，将红薯给救了下来。在敦煌城当中，两人大战了数天，期间红薯甚至穿起了那件北莽皇帝的龙袍，坐在了龙椅上和徐凤年春风一度。红薯是徐凤年的第一个女人，她对徐凤年的感情极深。她曾说过，她生下来就注定是说死就死的命，总想着把身子给公子，这样她才死得心甘情愿。若是早些死真有转世的话，这辈子就抓紧吃斋念佛，争取下辈子投胎再做个好看一点的女子，说不定还能遇见公子。言语之间都能听出红薯对徐凤年的感情有多深。掌管了敦煌城7、8万人生死大权的红薯，穿上龙袍扮演女皇帝时，比真的皇帝还要富贵万分。但是到了徐凤年面前，她依旧是那个素手调羹的丫鬟，她也一直恪守着丫鬟的本分，让人挑不出任何的瑕疵。这么多年，红薯从没在世子面前生过气、脸过黑，在徐凤年身边，她真的是将自己低到了尘埃中去。在雪中悍刀行当中，徐凤年的梧桐院当中有很多婢女和丫鬟，其中地位最高的丫鬟就是大丫鬟红薯了，同时她也是徐凤年身边的死士之一。那么作为死士的她，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在徐骁原本的计划中，红薯是要和敦煌城内反对北凉的势力一起覆灭的，但徐凤年的到来打乱了部署，他救下了红薯。但红薯并没有跟着徐凤年一起回到北凉，还是留守在敦煌城，只是在两莽大战中，敦煌城还是被北莽攻破了，红薯也被北莽女帝给抓走，囚禁了很多年的时间。就在和徐凤年分开后不久，红薯发现自己怀孕了，被囚禁的那几年里，孩子生了下来，是个女孩，让北莽女帝都感到惋惜。如果红薯生下的是个儿子的话，那么这北莽和黎阳的天下都会是这个孩子的。他就是把北莽拱手让出去给这个孩子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孩子也是北莽皇室的血脉，同时他还是北凉王的孩子。只可惜是个女孩啊，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徐凤年和红薯对孩子的喜爱。女孩的名字叫做小地瓜，大名叫做徐念良，长大后在几大高手的护卫下逃出了北莽皇宫，一直在外流浪，直到徐凤年找到了他。那一刻的徐凤年就是天下无敌的，就算是10个拓跋菩萨来到此地，他都能杀。面对北莽众多高手的围攻，徐凤年将他们杀了个干净，将小地瓜给带了回去。而在番外当中也提到红薯被徐凤年给救了回来，后续的结局也是和徐凤年一起隐居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在留言板讨论。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